有厉害不？后边你有看不？看到了，你看多壮观。跟它金字塔同款不？对，我们到了埃及了。这间就厉害，这间是民国49年起的，是一个德国的设计师，以得过世界建筑大奖的设计师设计。这么厉害啊！就厉害啊！今年拄好一假期，来这边看卖一下。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好。哇，神武好年轻啊！太白了。对啊，你看，你讲台语嘞？讲台语啦。讲台语，现在讲台语袂歹哈。袂歹，你看。神父你都一人？法国来呀。法国来，法国人。法国。我来多久啊？10几年了。为什么你们这个教堂设计的很像埃及金字塔？对。它的设计哈，为什么是这样的建筑物呢？我们相信有可能是为了想要跟我们这个环境做一个配合。是。那以前比较明显哦，以前我们这边都是稻田嘛。对对对。到处都是稻草堆。对。大部分都是堆成这个形状。所以我们那个金字塔，我们教堂这个形状啊，屋顶的形状，可能是为了配合我们这个风景这个环境啊。从那里得到灵感。我们以为是金字塔，结果是稻草堆啦。哦，是这样子，好特别哦，好有特色。来，走。我头我看迄宾馆迄写爱耶稣嘛，对啊。宾馆都有写平安喜乐。是吗？对。你第一摆来啊？哦，我第一摆来。哇，你看伊台语讲得偌好嘞。哇啦！这尊是圣母玛利亚，这个它是很老，因为应该有超过60年的一个圣像。手无共款啊。对啊。伊的面嘛无共款。我觉得他脸好像台湾人。台湾人。对啊。对啊。台湾人嘞。所以我觉得很有特色。手提这个是什么？地球。所以它是保护整个地球，对。伊妈徛地球啊。主啊，它就是踩那个蛇，因为蛇在圣经里面是不好的象征嘛。蛇。圣母她会踩那个蛇的头啊，表示她。就是你们他作怪。就是。上帝公。上帝公，你那玄天上帝。玄天上帝。一脚打鼓，一脚打抓。对啊。然后我们的地母嘛是可以越地球。地母很厉害，圣母是上帝公在家。对。那个地母娘娘。这个跟他学校哎。无，你看，这是什么话？这跟他的天宫楼。这是就是啊，这宫楼。哪里讲插香呢？哎呦，有在线香对。这个太奇特了吧！这个你冇拜拜。唔过是对耶稣。你们拿香对耶稣拜拜？怎么会这样？对，一般天主教有这样吗？有。啊，是吗？他们的教堂，不过我们是可以。我捌看过，我捌考过人天主教的是用一个跟他静香安尼啦。就是那个东西。你家有静香哦？这个我在电影里面有看过。我们在国外就是用这个东西比较普遍。我们礼中就是如果比较隆重的话，我们会用这个提炉，这个提炉，然后打开，那里面放木炭，然后再就是烧起来嘛，然后上面放一个香粉，然后就这样晃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一种对天主的朝拜。那我们来到台湾，看到台湾人就是会用线香，那想说，因为其实功能都差不多，那想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代替，所以我们更渴望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方，就是要变成这个地方的一个宗教，结合当地文化。对，上特别是我今日在教堂内底看到天公炉，对，插香来拜耶稣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们天主教其实很开放，就像其他的，像这个有没有看到？哪还有什么？这边祭台旁边，这个我看到，这个磬，这是我们念经在用的东西。你们也是？对啊。你们唱诗歌也有在敲这个吗？有规定时间，就是特别隆重的一个时刻，我们才会敲。那我们国外没有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算是台湾台湾的一个乐器嘛。对。那我们国外的话会就是只会用铃铛。我阿公阿嬷来看卖天主教是要创啥？礼拜的时阵看到天公咯，佮看到这就非常亲切。对啊。对啊。本土化。本土化。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的，这我跟你讲，只看到这里。祖先牌位。哎呀，这是什么话啦？这个叫招牌啊。基督教有在拜
来排位啊？对，也一样啊。我们听一下，就是其实很重视祖先呢，都会为祖先呢亡者祈祷。那我们看到台湾人就是很重视这一块这个东西，那想说我们当然可以保留。所以天主教也有在拜祖先，有。然后就是亡者啊，如果没有直接进天堂，我们相信他们还需要我们在世的人的祈祷。跟咱拜拜同款，一模一样。因为给咱保庇，咱就爱希望伊过了真好，一样的意思。对，清明扫墓嘛。对。所以你看，一般有时候在开心在干嘛着，我们都会问拿不拿香啊，基督徒啊，要不拿不拿香，我们都会问。还有人不拿香，对，他们都是合掌。但是为这边为了当地的文化，对，然后就真的入境随俗。对啊，所以我是没当改变的呀。只要是以大家只要大家好，能得到心理的安慰，我觉得都可以改变的，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，对不对？就厉害嘞。对啊。哦，这就凉的呢，都唔免吹冷气，这样热天搞拢。哎呀，这真正设计真好我省的，你知？我感觉这个金庙真好。我感觉上尾了哦，我就知影讲每一个宗教哦。它其实是可以合一的，同款都是修心，家己的心。对，谢谢神父。没。对，咱翕相。你给他请。好啊。无啦，咱欢喜进游团来个天主教堂，哎，你马上进香啦，来看。自拍，自拍的嘛。1、2、3，耶！